阿母，今仔日食啥货？各位观众朋友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阿母今仔日食啥货。今仔日 Lisa 阿母要来教大家试咸猪肉。这咸猪肉真正足好食的，大摆阮阿母拢是足济条甲冻起来，要食的时阵，为冰箱内底摕出来烘就好啊，真正是好食佮方便。咱进来看要安怎做。咱需要的材料有：一卡会当摕来底肉的卡、猪肉条、米酒、糖、咸猪肉佐料粉、分装袋仔。第一步，先将要生的肉洗互清气，刷落来摕出一个卡，倒米酒落去，然后甲一条一条的肉放入去过米酒。刷落来下寡糖，甲因掠掠的。掠焦匀了后，倒一寡生咸猪肉的佐料粉落去，再去一寡卖食品材料的所在，也是超市、亲像全联就拢有啊。咱甲粉倒落去，扫掠掠的。掠焦匀了后，就会当放保鲜膜下入去冰箱内底啊。这肉上少爱生1天，安尼才会入味哦。肉生好了后，摕烙仔甲因一条一条分开装。装好了后，冷冻起来就好啊。要食的前一天，先为冷冻摕一条出来，放伫冷藏来退冰。隔天要食的时阵，先为冰箱内底摕出来洗，甲假的调味料拢洗掉，无会伤咸哦。洗好了后，用厨房纸甲水吸切的，切好了后，就会当下入去电烘炉内底烘啊。阮是用400费润海30分钟落去烘。烘好了后，甲冰冰，搁烘差不多10分钟左右。烘好了后，甲摕出来切的，就会当食。是毋是足简单呢？大家紧死起来，要食的时阵摕出来烘就好啊！真正是好食佮方便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请上该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关注朋友，我是一订阅你的行动，爱看到所有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大家嘛当加入 Lisa 的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。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